台湾话艺术水阁好，国政解说两句互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虽然人讲各有各法，毋过做违法的代志嘛是真济。亲像讲，我甲你讲吼，我有在条引迄个合法的外国劳工，事实都无影，内底拢全机关啦。我在咧甲你骗的啦，但即马移民署查到，都要罚金15万呢。这款新闻，咱公司台语台咧甲你报。国政也想到台湾话内底。原来有咧讲，咧共欺骗，咧共欺瞒，咧共用无做假，干摊甲口罩，真济话，咱讲出来，甲所有朋友互相来探讨一下。头一句，咱讲吼，甲你骗讲有牌，事实都无牌，这社会上一句话，讲迄就是叫做白牌啊。你讲无游览车的牌嘛，驶游览车出来咧接人客，这就是白牌啊，都无牌哩。啊，毋则讲即款人，即款囝甲你讲，我都合法的劳工，外国劳工吼，通好印你。这咱嘛听过讲，伊是食命诈生，尤其食命诈生，搁咧讲社会有一款人吼，专门拢咧拼头銜，讲我吼，迄立法委员想甲我偌好咧，我就是专门伊的秘书，我就是专门伊服务处的主任，结果出去东怪西怪，到尾啊，就会出来讲哪有影，阮服务处根本都无即款人哩，这就是正做食命诈生。啊，这毋是现代才有呢，毋是当阵才有呢。国政去编台日大词典，这过去台湾话一句话，讲专门咧讲律的，台日大词典内底就写讲，迄叫做律拉仙，专门咧讲律的，讲叫做律拉仙啦，专门咧讲骗的。即句律，社会上工商社会，原来不时也阁听会到。啊，毋过吼，若咧骗钱财，也是讲吼用无做假，咧甲你设计，甲你拐，要互你食亏的，即款叫做律拉仙。啊，那是感情上，现代人讲叫做爱情的骗子咧。这原来有人讲叫做猜回芳，对啦。明明我看你，感觉讲吼，对我都有意爱，甚至讲我对你也有贪恋。有的女性看到迄挂金目镜、金钿的目镜，甚至压出来是万年笔的，心内想讲，无定这个是金丝猴，想知影讲你是猜回芳是薄情郎，互我目屎流。啊，毋是干那女性会受吃亏呢，嘛真侪男性受迄个薄情的人来欺人。毋知较早，你敢无听讲男性的福寿内底歌咧讲，我今日来酒场啉酒，炸一张的相片，这是我3年前身体治病，面容消散。迄当阵无流喙鬚，嘛无挂目镜。原来今日来酒场啉酒，毋是为着要享受，是要来找你。忍受毋是压头，我是要来复仇。男性伟大力量，请你毋通袂记的才好。社会上爱情的骗子嘛真济，啊，毋过佫有一款哦，另外佫有一款就是讲熟识拄熟识，人讲熟识咧骗出来，即款呢社会一句话讲叫做白旗骨，这有两种解说，一种就是讲我先安排好，这项工程我要标，我就安尼，无论讲顶头的顶司，还是下骹手办事人员，拢先甲拍通关，安尼叫做白旗骨。啊，另外一款就是乌窟啊，互跳的，设局叫你来啉酒，甚至要甲你压走，这有人叫做白旗骨。总共有一句，那这个熟识骗熟识，正就是台湾咧讲的骂人的内幕啦。